来看一年一届伫中秋前后举办的云林北港的五湖四海宴工艺展览哦，今仔早起，甲朝天宫的团艺马祖请到南洋国小的会场，活动就正式开幕，邀请全国各地108个工艺师哦，用因的作品来代替办桌的好料，献艺给马祖，嘛互相来交流技术。五湖四海宴哦，已经办第11档咯，嘛已经是咱台湾工艺保存甲传承真重要的一个平台。 为北港朝天宫出发，要来甲团艺马请来五湖四海宴的会场。14载时，云林北港举办一年一度五湖四海宴工艺展，108位工艺师要用因的作品来敬献给马祖。今年都是阮朝天宫330档的这个建庙纪念，所以阮嘛是特别用这个方式吼，啊，多个2年，啊，多真侪老师会做这样的这个展览。 木雕、真人、彩绘、摄影人啊，等等各种无同的作品，各共108件。工艺师甲民众拢会当真近来欣赏这的作品。台湾工艺联名表示，透过五湖四海工艺展这个平台，工艺师之间的交流，对传统工艺传承有正大的帮助。会当互真侪工艺家，会当互相去看到因真好的作品，吼，啊，嘛会当伫真内底互相去鼓励，吼，啊，互相来成长。 哦，这对台湾工艺发展是相当的重要。这都是越来越少见的东西，就喊来看的，啊，互一寡后代囡仔会讲多接触，安尼。今年已经办第11档的五湖四海宴，为9月14开始，要展览到9月17。展览的活动当中，配合工艺师有举办一寡体验课程，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，和传统的工艺文化，会当用多元化的方式继续来传承。记者林慧婷，云林报道。